3月当家食品展览以后，这款冷冻加工往来等产品已经成功通过上严格日本机关，包括果泥、果汁等产品摕下第一笔8.5吨的青果订单。昨可伫市场每天甲济贵宾的见证，身体外销日本的第一卡货柜吉祥祝连绳来祈福，向前一路顺风。据了解，这嘛是中央地方合作，并台南农产品外销，开拓多元通路、分散市场行动的一大步。谢谢我们玉野牧场这几年来一直跟我们合作的是，这样不管是现在的凤梨，之前的凤梨世家，包括我们的文旦柚，包括我们的芭乐，都一直协助政府把这样这个加工品能够做得更完美，能够做得更有市场的一个通路。那这样子的话，不仅是国内市场可以建立，有国外市场可以开拓更多的这个多元的通路哈。这个是谢谢我们的绿园牧场。今天出口的是果丁跟果泥，哦，所以说那对于鲜果来讲，就是更多的鲜果的这个制作。那接下来还有好几柜哦，包括我们日本的通路商也要来台湾，在月底的时候也要来台湾来看我们的这个加工厂，那他们也要下订单。然后目前的订单至少有，我们保守一点的讲六柜就好了哈，好，那至少有6柜，好，那接下来还有更多的这个出口。当年有机会取得这笔日本的订单，也是归功业者加工冷冻的技术，和青果风味无变，可以当保存足久。我想日本是一个全世界数一数二讲究品质的国度。我们本公司通过 HACCP ISO 2002食品安全双重认证，我们耗资的千万，我们采用那个液态氮超低温的冷冻，可以达到-192度，让我们冷冻后的果品尝起来有如新鲜的水果一样。在打通了日本这个市场以后，我想全世界其他的市场也就不是问题了。支付乱叫保守牛果，后续日本通路商要落订，至少也阁有6个货柜，期待政府加民间的共同合作，将台湾客行迈向全球。台湾启航，迈向全球。台湾新闻，本集何秋芳参见报道。